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哲文中文嘅頻道。呢一集我哋會嘗試去討論一下叔本華嘅第5部著作《論意志的自由》。其實呢部著作咧，可以話係一篇學術論文，亦都係一篇競賽式嘅論文。佢本身嘅目的咧，係為咗去回答一個問題，就係人係咪真係有佢嘅自由意志嘅呢？所以喺呢本書入邊，叔本華並冇好似傳統嘅形上學咁樣，先假定咗自由嘅存在，再試圖為佢辯護。相反，佢會選擇由人嘅經驗世界同埋自我認識出發，去一步一步地分析我哋所謂嘅自由究竟係指啲咩意思呢？接下來佢亦都會喺呢篇論文入邊，透過對於動機、性格、因果等等嘅細緻區分，去得出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結論，就係人喺意志嘅經驗層面上面係並唔自由，而且係必然地受到性格同埋動機嘅支配。然而呢一點並唔係意味住叔本華要去否定道德嘅責任，或者將人類嘅行為完全還原成為機械決定論。恰恰相反，論意志的自由試圖係喺意志不自由同埋道德責任仍然成立之間，建立一個極度之精細嘅區分。正因如此，呢一部嘅著作亦都同後來嘅論道德的基礎合編成為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成為理解叔本華倫理思想不可或缺嘅入口。因此，呢一部書籍既係一篇對於自由意志嘅否定性分析，亦都係一部重新奠基倫理學嘅關鍵文本。喺接下來嘅內容，我哋就會逐步去嘗試理解一下叔本華嘅論證策略，同埋睇下佢點樣如何一步一步地去動搖一種不證自明嘅信念。接下來我哋會先介紹一下叔本華咧同埋呢一本書籍寫作嘅背景。叔本華咧由於一生都站在主流嘅哲學之外啦，甚至正如之前嘅影片都提及到，佢對於黑格爾式嘅德國觀念論抱持住強烈嘅批判態度。佢主張哲學係唔應該以宏大嘅概念體系自我陶醉，而應該要回到人類經驗本身嘅冷靜分析。所以《論意志的自由》呢一部嘅書籍係寫於1838至到1839年間，正正就係叔本華思想最成熟嘅階段。佢呢個時候嘅代表作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雖然已經出版咗好多年，但係長期都乏人問津。喺學術界同埋公眾嘅視野之中，佢仍然係一個邊緣嘅人物。正因如此，叔本華就會選擇匿名參加由挪威皇家學術機構所設立嘅哲學論文競賽，提交咗呢一篇關於自由意志嘅論文，最終獲得首獎。呢一個背景非常之關鍵，因為競賽式嘅論文性質，迫使到叔本華唔能夠假定讀者已經接受咗佢嘅形上學體系，亦都唔能夠直接援引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作為前提。因此，佢刻意會喺《論意志的自由》呢本書入邊，採取一種分析式又或者係後驗式嘅論證方式，力求讓到人人都可以理解嘅經驗事實出發，再逐步去建立自己嘅結論。所以呢一篇論文亦都成為佢咁多部著作之中，可以話係論證最為嚴謹同埋語氣最為節制嘅一部。其次，呢一部作品都可以標誌住叔本華對於倫理學嘅問題正式轉向。喺呢本著作之前，佢已經確立咗意志係作為世界本體嘅核心概念，而喺《論意志的自由》呢本書之中，佢會首次正面處理一個關鍵嘅倫理難題，就係如果人嘅行為係必然，道德責任究竟又如何可能呢？呢個問題就會直接引向佢稍後完成嘅論道德的基礎，兩者共同去建構出佢所謂嘅倫理學嘅觀念。因此呢一本書籍既唔係一個偶然嘅學術練習，亦都唔係孤立嘅思想實驗，而係叔本華整個哲學計劃之中一個承上啟下嘅節點。一方面深化咗佢對於意志必然性嘅理解，另一方面亦都為佢日後提出同情嘅倫理學想法提供咗倫理前提。喺介紹完呢一本書籍嘅背景之後，我哋就開始會進入到影片嘅重心，試下介紹一下呢一本書籍嘅5大重點。首先，第一個重點，自由其實只不過係冇外在嘅阻礙。喺呢個部分入邊，叔本華就會嘗試拆解自由概念嘅根本。叔本華首先冇即刻去回答人係咪有自由意志呢個問題，
而係會嘗試去澄清人究竟喺乜嘢嘅意義之下去談論自由呢個字嘅定義。佢認為關於自由意志嘅大部分爭論，其實都係源於概念嘅混亂。叔本華指出，自由嘅本質其實係一個否定性嘅概念。所謂嘅自由並唔係指緊某種積極嘅能力，而係指緊冇阻礙、冇強制、冇外在嘅限制。基於呢一點，佢就會將自由分成為3種唔同嘅層次，分別係物理嘅自由、智性嘅自由同埋道德嘅自由。其中只有第3種道德嘅自由，先至係真正同自由意志所問題相關嘅概念。我哋先認識一下咩叫做物理自由先。其實物理自由就係日常最直觀同埋最容易被誤解成為自由意志嘅自由。當我哋話我哋可以企起身，我哋可以行出街，我哋冇被囚禁，其實就係指緊喺身體層面上面嘅沒有任何嘅外在嘅阻礙。叔本華強調呢一種嘅自由係真實存在，但係佢只不過係涉及到我能唔能夠依照我想要嘅那個樣子去行動，並唔係涉及到我能唔能夠想要另一個唔同嘅行動。呢個區分咧非常之重要，因為喺日常生活嘅經驗之中，我哋往往會因為能夠照自己嘅意願所行動，就會自然去推論出我嘅意願本身係自由。叔本華認為呢個就係典型嘅概念跳躍。接着就係智性自由，所謂嘅智係智慧個智，即係話人喺思考同埋判斷嘅時候，係咪會受到錯誤嘅資訊、錯覺或者係精神障礙，甚至係其他嘅無知嘅干擾。舉例而言，例如一個人因為被欺騙而做出咗某個選擇，我哋可能會話佢嘅選擇並唔係完全自由。但係喺叔本華看來，呢一種嘅不自由仍然都只不過涉及到認知層面嘅條件，而唔係意志本身係咪能夠自由決定。所以真正困難亦都係最具爭議嘅就係第3種道德嘅自由。呢種嘅自由咧，正正就係所謂係喺完全相同嘅條件之下，我本來可以選擇另外一種行動嘅呢種情況之下嘅自由。叔本華直言，呢個正正就係問題所在。咁樣嘅自由係咪喺概念上、經驗上真係可以成立嘅呢？為咗凸顯出呢個問題嘅重要性同埋荒謬性，佢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話啦，如果你話自己係自由，意思即係你能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嘅嘢啦。咁叔本華就會問大家一句啦，你能唔能夠想要你想要嘅東西呢？嗱，聽落去呢個問題咧，好似一個語言遊戲，但我哋諗真啲咧，係非常之有趣。因為如果我哋話我能夠自由地選擇我嘅意願，咁呢個選擇嘅本身又係咪更需要一個更高層次嘅意願嚟去決定呢？如此一來，意志嘅自由就會陷入無限嘅倒退啦。因為當你覺得你能夠自由地選擇你嘅意願，但你能唔能夠自由地選擇自由去選擇自己嘅意願呢？不斷嘅無限倒退，最終只會陷入邏輯上面嘅問題。所以如果意願並唔係被另一個意願所選出嚟，那麼佢顯然就唔係自由選擇嘅結果。經過呢一連串嘅分析，叔本華得出第一個結論，就係我哋平日所感受到嘅自由，大多數只不過係物理層面嘅自由，而唔係意志層面嘅自由。一旦將呢兩者區分清楚，所謂嘅自由意志嘅直觀確信，其實就已經開始動搖啦。呢一部分嘅任務，並唔係要立即去證明意志自唔自由，而係要先拆解一個植根人心嘅錯誤假設：能夠自由行動唔等同於能夠自由意願。而後續所有嘅結論都係基於呢一個初步嘅澄清之上。接下來就會嚟到第2個核心嘅觀點：動機同埋因果律嘅討論。點解意志係必然而唔係自由嘅呢？叔本華喺論證咗對於自由概念嘅初步拆解之後，佢就開始慢慢進入到真正核心嘅討論。佢認為，如果人嘅意志係自由嘅話，咁能唔能夠脫離因果律而獨立地運作呢？叔本華對於呢個問題嘅答案係絕對嘅否定。佢首先指出，人類嘅行為並唔係偶然嘅事件，而係喺特定條件之下必然會發生嘅結果。佢會將自然界之中嘅因果關係加以區分，指出喺無機嘅自然之中，因果會表現成為原因同埋結果，而喺動物同埋人類嘅身上就會表現成為動機同埋行為。差別唔在於係咪有因果性，而係在於因果嘅形式係唔係更為複雜。呢度嘅關鍵概念就係動機。動機並唔係外在強迫，亦都唔係物理嘅衝撞，而係一種被意識到嘅理由，
一個能夠促使到意志朝住某個方向所行動嘅因素。人之所以誤以為自己係自由，正正就係因為動機唔似繩索或者係枷鎖一樣咁容易可見，而係喺因果嘅結構之上，動機同埋自然嘅原因並無本質上嘅差異。叔本華喺書入邊咧提出咗一個極為著名嘅比喻，一個人能夠可以離開座位站起來，同埋一粒桌球喺撞擊之後開始滾動，喺因果嘅結構上邊並無不同。呢個比喻可以話係挑戰咗我哋嘅直覺。桌球嘅移動顯然唔係自由嘅，因為佢喺撞擊之後一定會依照住力學定律所運動。但係人就好似唔同嘅喎。不過叔本華就會指出，人之所以站起來係因為某個動機，可能係飢餓、責任、羞愧、恐懼、期待，喺特定嘅時刻對佢嘅性格產生咗必然嘅作用。一旦動機出現，人嘅性格又係既定，行為就會隨之發生啦。為咗回應常見嘅反駁，就係話人可以諗嘢噶嘛，我哋可以權衡，可以猶豫噶嘛，所以我哋根本就唔係被動。為咗回應呢一點，叔本華就會進一步去分析咗有關理性同埋思考嘅角色。佢承認到人確實係能夠喺多個動機之間進行比較，並且延遲行動，但係呢一種嘅權衡本身並唔等同於自由。理性所做嘅只不過係讓到動機更為清晰、更為全面地去呈現出嚟，而唔係讓到意志脫離咗因果嘅結構。換言之，理性並唔係自由嘅源頭，而係動機作用嘅媒介。邊一個動機最終係會佔上風，並唔係由一個獨立於性格同埋動機之外嘅自由意志所嚟裁決，而係由個體嘅性格結構所決定。對於某啲人嚟講，恐懼就最有力量；對於某啲人嚟講，榮譽、同情或者私利係更具決定性。因此，叔本華就會得出第二個結論。佢認為喺經驗世界之中，每一個具體嘅行為都係性格同埋動機交互作用之下嘅必然結果。如果我哋完全去了解一個人嘅性格，並且完全掌握當下所有嘅相關動機，那麼佢嘅行為喺原則上係可以被預測嘅。呢個結論可以話直接瓦解咗喺完全相同條件之下，我本來可以作出唔同選擇嘅呢個自由意志嘅核心信念。因為只要條件完全相同，結果就冇可能唔同，否則行為就會變成毫無根據嘅偶然事件。接下來就會嚟到第三個觀點，性格決定論。點解你不能夠成為另一個你呢？叔本華喺論證意志受到動機支配之後，隨即就會再問多個問題，就係點解同一個動機係會對於唔同嘅人產生唔同嘅效果呢？佢嘅答案就會指向兩個字：性格。叔本華明確地主張，人嘅性格係先天固定，並且一生都保持一致。佢並唔否認人咧可以學習新嘅知識啊，或者改變行為嘅策略，甚至喺表面上會變得更加成熟。不過喺佢嘅角度睇嚟，呢一啲嘅改變都只不過係產生喺表層。真正決定一個人喺關鍵嘅時刻會點樣行動嘅，係一個更加之深層、不可以隨意更改嘅性格結構。佢會將性格係描述為4個特徵，分別係個別的、經驗上可以辨識的、恆常的同埋與生俱來的。正因如此，性格並唔係由單次選擇塑造出嚟嘅結果，恰恰相反，係選擇之所以如此出現嘅前提。我哋並唔係先自由選擇，然後先至形成性格，而係因為我哋本身就有咁樣嘅性格，所以喺特定嘅情景，我哋就會作出相應嘅選擇。呢個現象其實喺日常嘅經驗之中並唔陌生。面對住同樣嘅誘惑、威脅或者係責任，有啲人總係選擇冒險。有啲人咧就會總係選擇退縮，有啲人就係傾向自私自利，有啲人就會容易被他人嘅痛苦所觸動。叔本華認為呢啲反覆出現嘅反應模式，正正就係性格嘅外在表現，而唔係偶然嘅自由選擇。喺呢度，佢提出咗一個對於自由意志極為不利，但係邏輯上咧好嚴密嘅推論，就係行為係性格同埋動機嘅必然產物。既然動機喺特定嘅情景之下已經出現，性格又係既定喎，咁結果就只能夠獲得唯一一個啦。所謂嘅我本來可以揀另一條路，你嘅呢個講法，其實只不過係事後嘅想象之中先至會成立，並唔係喺當下嘅實際結構之中成立。更進一步，叔本華認為，我哋之所以誤以為自己係自由，係因為我哋只意識到行為嘅結果，但係無法去直接意識到性格嘅必然性。性格並唔似外在強迫咁可見，佢總係會同我自己會重合。
於是我哋就會照住自己嘅性格行動，就會誤解成為自由嘅行動。佢書入邊指出，人係可以做佢想做嘅事，但係唔能夠去想佢所唔想要嘅東西。而想要什麼，正正就係性格之中最核心嘅表現。呢句話就會將前面所有關於自由、動機同埋因果嘅分析濃縮成為一個難以反駁嘅結論。到咗呢一步，叔本華其實就已經完成咗對於傳統自由意志觀嘅根本性嘅瓦解。佢所謂嘅瓦解係分成3點：一、行為並唔係冇原因；第二，動機並唔係可以自由裁決；第三，性格唔係可以隨意塑造。如果呢3點都成立，咁我哋就會發現到喺經驗層面嘅自由意志，其實只不過係一種心理嘅幻象。嚟到第4點，人既然不自由，點解我哋要為我哋嘅呢種不自由嘅人生所負責呢？人嘅責任感係咪真係有意義嘅呢？去到呢度，叔本華徹底論證咗意志喺經驗嘅層面之中其實並唔自由之後呢，佢就會面對住一個反問啦。如果人嘅行為係必然，咁責任、罪疚同埋道德評價係咪失去咗基礎呢？呢一個正正係好多人聽到沒有自由意志嘅時候，本能所產生嘅反感。叔本華好明白到呢一點嘅，所以佢選擇正面地迎戰。佢指出，恰恰有一個事實係任何嘅理論都冇辦法否認，就係人對於自己嘅行為係會感到責任在我。無論我哋喺理解上點樣辯駁都好啦。一旦一個行為造成咗後果，我哋幾乎係不可能真誠地話呢件事同我哋冇關，因為我哋知道，即使喺情緒、衝動同埋性格嘅驅使之下行動，人都會繼續去承認嗰個行為佢做嘅。叔本華就會將呢種無法消除嘅內在確信，稱之為責任感嘅事實性。關鍵在於佢並冇將呢種嘅責任感理解成為我本來可以當下做出另一個選擇，而係會將責任嘅根源從行為嘅本身轉移到行為背後嘅我。佢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區分，佢認為行為或者係唔自由，但係我之所以係我呢個人，呢一點係屬於我自己。換言之，人之所以必須要為佢嘅行為負責，並唔係因為行為喺當下可以自由選擇，而係因為呢一個嘅行為忠實地表現咗一個人嘅性格。責任唔在於我當時係咪可以揀唔咁樣做，而係在於咁樣做正正就係我呢個人會做嘅事。喺呢度呢，叔本華係借用咗康德嘅術語，但係給予咗一個完全唔同嘅詮釋。佢會區分咗經驗性格同埋可理解性格兩者嘅分別。所謂嘅經驗性格係屬於現象嘅世界，受到因果律所支配；而可理解性格就係屬於更深層嘅存在結構，並唔會直接顯現喺經驗之中。真正嘅責任並唔會依附住單一嘅行為，而係依附住整個人格嘅存在方式。呢個轉移非常之重要，因為佢意味住道德評價嘅對象並唔係孤立嘅某一個選擇嘅瞬間，而係一個人整體嘅意志樣態。因此，當我哋責怪、羞愧同埋自責嘅時候，其實我哋並唔係後悔緊我哋本來可以做其他決定，而係面對緊一個更為深層嘅事實，就係我原來就係一個咁樣性格嘅人，必然會作出咁樣嘅決定。正因如此，叔本華先至能夠同時維持兩個看似衝突但實質互補嘅主張。一方面，喺經驗嘅世界上，人嘅行為係必然；喺道德嘅層面上，人仍然要為自己所負責。責任並唔係建立喺自由嘅選擇之上，而係建立喺人格同埋行為之間不可分割嘅關係之上。嚟到第5個重點，真正嘅自由被推遲到邊一度呢？叔本華就會開始開啟緊形上學層面嘅自由討論。嚟到書嘅最後部分，叔本華徹底否定咗經驗層面嘅自由意志之後，就會提出咗一個邏輯一致嘅主張。佢認為自由其實並冇被消滅，只不過係被移出咗經驗嘅世界。呢一點如果我哋理解錯誤嘅話呢，好容易會以為叔本華係前後矛盾嘅。但如果我哋理解正確嘅話，就會發現叔本華由一開始就冇承諾過要喺行為層面上面保留自由。叔本華嘅核心區分就係在於現象同埋本體兩個概念。喺現象嘅世界之中，亦都係我哋所經驗嘅世界。其實一切都會服從住因果律，人嘅行為、動機、性格無一例外。因此喺呢個層面之上，自由意志係唔存在嘅。而呢個結論喺書嘅前半部分已經反覆地證成到啦。不過問題就係在於
現象係咪等同於存在嘅本身呢？叔本華係否定呢個答案。佢認為我哋所能夠觀察到嘅，只不過係意志嘅顯現形式，並唔係意志嘅本身。如果自由真係存在，佢冇可能存在於單一嘅行為、單一嘅選擇或者係單一嘅心理狀態之中，因為呢啲都已經落入咗時間、因果同埋條件嘅網絡之中。真正嘅自由只能夠屬於意志作為整體存在嘅層次。於是叔本華就提出一個極具爭議，但喺個體系之中不可或缺嘅講法。佢認為自由並唔係行為嘅自由，而係存在嘅自由，意味住自由並唔係我呢一刻能夠揀 A 或者揀 B， 而係關於我作為呢一個意志嘅存在本身係唔係自我決定。換言之，自由其實並唔在於我點樣做，而係在於我是什麼。喺呢個意義之下，叔本華就會承認一種形上學嘅自由。意志喺成為現象之前，並唔受到因果律所約束。因果性只不過係屬於現象嘅世界，並唔屬於意志嘅本身。喺呢個層面之上，佢認為自由其實仍然成立。但必須要強調嘅係，特別係讀到呢一段，我哋要提醒自己，呢一種嘅自由對於我哋日常嘅選擇，其實並冇任何操作性嘅意義。佢唔能夠用嚟辯護某一次嘅具體行為，亦都唔能夠用嚟逃避責任。叔本華好清楚地指出，呢一種嘅自由不在時間之中，亦都不在經驗之中。所以佢先至會話，自由其實並唔係被否定，而只不過係被推遲到我哋冇辦法直接經驗，亦都冇辦法操控嘅層次。呢一個安排並唔係為咗挽救傳統嘅自由意志觀，而係為咗保留責任同埋倫理評價嘅最終根基，同時拒絕任何天真嘅我本來可以唔咁樣做呢一種嘅形式嘅幻想。所以整本嘅論意志的自由，其實就係做緊一件事，就係想我哋明白喺行為嘅層面，我哋並唔自由；喺存在嘅層面，自由亦都唔係為我哋而設。自由並唔係一個心理嘅感覺，而係一個形上學嘅概念。嚟到最後，我哋嘗試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喺書入邊，叔本華係想我哋反思一個我哋長期被認為理所當然嘅幻想，就係喺任何嘅時刻，我都能夠完全自由地成為另一個我。透過呢一種對於自由概念嘅拆解，對於動機同埋因果律嘅分析，對於性格必然性嘅揭示，以及對於責任根源嘅重新定位，叔本華迫使我哋面對一個好誠實嘅事實，就係我哋嘅行為遠比我哋願意所承認嘅更為必然。正正喺呢種必然性之中，倫理先至得到真正嘅重要，因為責任再唔係一種表面嘅選擇，而係直指我哋作為一個人嘅存在方式。佢提醒咗我哋，道德反省嘅重心並唔在於要追問點解我當時會咁揀，我可唔可以有另一個選擇，而係要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係一個點樣性格嘅人。所以希望呢本書呢，唔單止係讓我哋會懷疑到人係咪真有自由意志呢個問題，甚至我哋都可以理解多啲自身嘅限制，亦都對於人性有更多清醒嘅理解。哲學嘅價值未必能夠在於給予我哋安慰，但能夠讓我哋更加看清楚自己所站嘅位置。今日嘅影片我哋先去到呢一度，下一集我哋會介紹叔本華嘅下一部著作，我哋下集再見。